我要奉献感谢的心，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警醒来祈祷，要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朽拜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我才通行的路，因为我信仰无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警醒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朽拜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献所，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朽拜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真做你欢喜的祭。真做你欢喜的祭。即是我甲咱讲，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来恳求。当咱来到主的圣所时，咱就要用祈祷来大声开始。咱三个用诗篇17篇第1节，三个来读。上主啊，求你听公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无用干柴的嘴唇祈祷，求你耳耳来听。咱的主是听咱祈祷的主，所以咱来到伫伊面前，咱要用祈祷来开始。咱大声是感恩加认罪的祈祷。咱要来感谢咱的主，伊是创造的主宰，伊是万主的主，伊是万有的，伊是公义主爱的主。咱爱伫伊面前来感谢加认罪，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伫清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主你来感谢，来祈祷。主，我们用感谢来做阮进入主你的圣殿的头一项事。主啊，因为你是万有的主，你是创造的主，阮一切拢是你所创造的。我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恩典甲你的疼痛。主啊，愿意伫礼拜大声摆咧阮的感谢，甲阮的恳求。甲祈祷，愿主你来欢喜感恩。我伫你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过来，咱要做医治甲透饭的祈祷。咱会通邀请主耶稣来成做咱的主，因为伊要成做咱心灵的主，咱将咱的一切来交互伊，咱会当欢唱伫咱边听的所在来向伊祈祷，会当为着咱教会中间的兄弟所需要的人。
来祈祷，咱三甲开声。亲爱的主上帝，阮知你是伊伫的主，你掌管一切，生命也是对你来。阮所有的活气，拢是对你所相属。阮在阮中间有侪侪兄弟姊妹，因的心灵艰苦，主求你用你伊伫的手，换手伫因的身上，你来对因讲话，你亲自来安慰因。主，阮将阮所需要的摆咧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安慰、来医治。阮伫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命，阿门。咱要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咱三甲为着咱的牧者甲中级团队，以及咱伫即个主日中间要参与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主来赐快乐权柄。互因所服侍的当荣耀主，咱要为着今早起是文艺事工的奉献主日教会广播社的文艺团队事工咱为着广播社所欠缺的经费甲同工，求主来保守、来供应、来带领，也为着暑假中间所有一切的活动每一摆聚会拢会当将福音传到伫每一个人的心里。本主日咱也要为着第15组来祈祷求主来带领因的组员会当信用坚定合组员会当各尽其职来带领未信者来跟对耶稣最主的学生，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主，阮阁一摆来感谢你，主本主日是主你所设立的文艺事工的奉献主日。主，阮感谢你来设立广播社伫台湾这个所在，伫侪年中间伫教会中间诚侪教会的帮衬，透过文艺的事工，透过遮出版品，会当诚侪所有信徒的帮衬，甲信仰造就的帮衬。主啊，你继续保守广播社所欠缺的同工以及经费所欠缺的主你亲自来补足。主啊，要将今早起所有的聚会主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主你的手，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来帮助所有今早起来到伫主你面前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搁一摆来甲主你3000份，搁一摆来领受主你的恩典，甲主你的疼痛。只是阮也要三甲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咱来吟圣诗学老主，圣诗444首，主你调明河顶青草。咱来起立吟全首。主你调明河顶青草，永远主心领你，照你的话来我来信，明白你做万有主宰，靠你祈福我心，每滴跋倒失败，世事我每记得调明，当大光顾高洁，世上阿明扰乱心灵，听心无力改变情景，当这野生袂通，受报抗牺心灵，愿圣经好成道所行，阻碍好因用行，美好心得愿着学习，才袂通通辜负主命，暂愿无过失错，也堪主恩显露。主你交代我做着罪，无论单独做伙，未经公平保护以上，冤冤无听也目仰望，是假罪过无还，求赎公路完全。咱三甲来祈祷，至尊至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阮敬拜阿罗你。你是万物的主宰，你是生命的源头，你的位较悬伫天，你的权能透到全地。当阮拄着患难的时，阮要来向你呼求。阮的未来伫你手中，求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光照阮的心，互阮无离开你的道路，无失落你的看顾。你用公义、仁爱、恩典引带阮入伫你的国度，做你的子民，佮互阮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通做你的囝儿。你是阮的主，阮的性命由你来引带；你是阮的王，阮降服伫你公义的主权下面。你是阮的爸，阮的欠缺由你来满足。阮感谢你，毋能感谢你赐阮性命，佮使阮有永远的愿望，甲无尽的疼痛。阮献上阮的感谢，阮要感谢你对迦南教会的引带甲带领，为着阮来陪伴牧者，用圣经来牧养，甲建立信徒同工的信仰基础，互阮的信亲像起厝伫石盘顶。阮要求你继续引带阮行伫合主旨意的道路，求你也帮助信徒会友同工的灵命更新，也恳求主带领每一个信徒拢得到圣神的引带。领受主的话来成做精神的美娘，甲主有亲密的结连，性命若成长，得到恩赐甲智慧，三甲来成做建造教会真实的材料，也互信徒逐个人的家庭、感情、工作、学业各方面，拢望主来看顾甲祝福。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第19，也就是诗篇第84。
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喜爱，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有要分去。我的心神敬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连椅仔嘛，遐为着家己找着囝的收。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钱财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雕饰，因经过的打扫山谷，拢真做全员。手按无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雕记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万愿踮伫邪恶的人的厝内，这声，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伊毋捌留一项好物保护正直的人。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下面请圣歌队献诗，所要吟的是来欢呼俄罗主。
咱要来共读上主的话。咱今仔日要来看2位的圣经，头一个位是伫新约耶利米书第23章的第1节到第6节。我先来读耶利米书23章第1节。上主讲：遐个杀害佮赶散我草场的羊的牧者有灾祸啦！关系遮个着牧养上主囝子民的牧者，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无照顾我的羊，佮甲因赶散，恁着知，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甲恁处罚。我要自集遐个剩落来的羊，对我赶散因去的所在，甲因带倒来，互因生炭佮加添真多。我要派新的牧者牧养因，我的羊群袂佮失胆惊吓，连一只拢袂失落。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时日得要到，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以治国显明，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因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佫一位要来看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要看到第10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就是现在伫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其实，阮以前嘛拢甲遮个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照家己肉体的需要甲意念的行动。阮甲其他的人共款，注定受上帝刑罚。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痛，伫咱还伫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伊互咱甲基督做伙搁活。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第6节，通过咱甲基督耶稣结连，上帝互咱甲伊做伙搁活，伫天顶做伙掌权。伊安尼做，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家己，是靠上帝的恩典。既然毋是靠行为，啥物人拢袂当夸口，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以上，下面要请真理大学王英昌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当被建造做主圣工”。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早起真欢喜有机会代表广播社来甲大家做伙敬拜我的主，唤起咱对广播社文字事工的支持。会记得是55周年的时，咱教会嘛有去真理大学做野外礼拜50记毋对。我一来教会看周报，真欢喜。咱59年有计划嘛要去真理大学做野外礼拜。咱教会的历史拄好是甲真理大学的历史、创校的历史是共一年，拄好差一日。10月31是咱教会设教的这个纪念日。真理大学是11月初1开学礼拜。可能有人要问讲，为什么真理大学是11月初1？因为咱申请
即个学校的故事，当然使个另外，但无顺啊安排我来讲吼，我会使个讲一个咱创校的一个教会历史。迄阵咱真困难，请着学校的设立啊，所以延期到11月初一才开学。啊，拄好即个过程，甲咱教会差一天，啊，10月31到11月初一吼。所以有一个真大的即个关联性伫教会历史顶面吼。啊，对，真欢喜，咱有连续伫即个教会周年庆的时，有要去到真理大学做伙来敬拜老主吼。当然，今仔日毋是要来讲教会学校的事工啦吼，是要讲着咱文字事工吼。啊，文字事工有真侪即个方式，特别伫咱即马电脑的时代，哦，有电脑的方式，也佫有即个纸本的。当然，即马纸本的使用可能较少，毋过嘛是有真大的效果。咱咧支持文字事工，大概有3方面。第一就是讲，咱祈祷代祷；第二当然是对即个经费上的即个支持；第三是咱若有信仰的见证的即个感动，咱嘛会使写入咱的见证集是讲文章来投稿。特别像讲咱手中可能有摕到即个经新。即个更新即个内容有真侪咱兄弟信仰的见证分享因为即种的文章比牧师的讲道集较好互人了解啦。你若摕牧师的讲道集，互你的朋友要来讲读，可能第一初代信徒较困难，但是咱的信仰见证集是无共款的经历有拄着艰难的，也有拄着即个欢喜的。有拄到破病的，有拄到即个事业成功，上帝祝福，这拢甲咱的生活绑做伙。所以即种的文章会通真紧来打动咱的朋友因无论是拄到困难的时，还是伫欢喜的中间，咱就会通过即个信仰见证集来甲伊做伙来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个。支持的方式就是，咱若有家己本身的信仰的即个感动，咱会通来整理。当咱有咧整理，第一就是讲咱家己本身也有反省咱家己的信仰甲上帝的关系。第二，咱愿意互人做伙来邀请因来行即个永远活的道路。所以信仰的操练，大概这嘛是通过一种对文字事工的支持一个真要紧的。即个方式所以即个文字事工的支持这当然包括讲印圣经啦印圣经嘛是基电会足用心的逐年拢咧敲电话问我讲学校的新生来有要偌济要送圣经所以咱常常想着讲这敢若亲像咱台湾的民间真侪人咧印圣书注印注印注印，就是讲我捐钱来印圣书，好的即个文章要互人摕去免费摕去读。咱教会好亲像嘛是咧做即种的做圣书助印咱有当时会安尼想啦这做咱台湾社会即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大概咧做即种圣书的一种方式，就是助印助印我有真侪机会伫无共款的庙寺迄阵咧做研究的时，会使去请，因讲做请转去啦请一本册转去经书足大本的，都有后壁拢会写讲什么人助印几本面500本、1000本这就是放伫庙的，是寺院这个会通互人摕免费啦免费。因感觉讲这就是做功德的一种方式，做帮助人伫这个真理的追求顶面，所以咱这些朋友因嘛是非常用心咧做因的文字事工助印。当然，即嘛电脑的方式嘛，足侪种的就是讲会通过网络。毋过这是一种的其中的真重要的管道。但是迄个动机迄个动机是足重要，就是讲帮助啦帮助嘛。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美德但是常常会拄到一个真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做偌济，或者是讲我迄个继续迄个善心啦善念，要哪个继续来帮助还是做这项代志的时，常常会拄到。有真侪时阵就是讲无效啦，这个人拢袂感恩啦，咱拢常常埋怨嘛其
其实我即马就拄着哦，我咧照顾阮丈母，阮丈母当时也想啊，即个吼是大人拢袂甲咱多谢一个吼，别人来吼，久久啊看一摆，阿姨就甲伊感谢到要死的吼。当时做久就会甲阮牧师娘伫遐咧细细念吼，这是一个咱拄着的挑战吼。所以到底是要安怎做会久？做会久。所以当然伫圣经内底，保罗嘛捌讲过，讲做工做工得工价，这是本来就是爱安尼。这对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毋对啦吼。所以咱当然是望讲通过做善事，会通来得到咱想要爱得到的。这当然是对人的角度来想啦吼。但是咱拄着足大的一个处境，也就是咱人是有生命的有限性。但是咱却拄着足大的一个是欲望是无限的，就是我包括我家己，我有我家己的期待啦。所以我咧照顾阮丈母的时，我会去想着足多，讲迄种的感觉，迄个感觉。所以我毋茫讲爱互我一定的一个回报的感觉，感觉。我付出遐多，为什么比袂过迄久久啊来一摆朋友？你安尼足欢喜的，甲伊学乐到要死的。我伫遐照顾遐，拢无啥物款的学乐着。这就是咱拄着足大的挑战哦。今仔日你甲我，咱虽然信主，但是咱所拄着的处境，这也就是足现实的。咱爱去真诚实去面对的。无有啥物人较牛，无有啥物人讲我信耶稣了，我30年了，我就已经拢解脱啦，解脱，我已经是无欲望的人啊。但实际上，咱也是拄着即个足大的挑战，就是即种的两边的即个困境中间。所以咱爱常常去面对，就是毋知咱有去面对着讲，我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有一个足无限的欲望伫咧甲我推动我，敢若亲像爱去做真多我想要做的代志。咱要去平衡即个生命的关系上，这就是咱信仰的操练信仰的操练。所以做真多咱讲的这好事，就是会有限会受影响。受什么影响？就是受咱家己有限，虽然是有限的生命，但是是无限的欲望的影响。所以我想应该是安尼是对我上好。但是为什么无照安尼款的我所期待来甲我回报的是，迄个做好会好。他拄仔讲的讲为什么做袂久，就是因为拄着即个。咱家己本身所拄着的即个挑战，要怎去甲即个问题是讲有限甲受影响的好，会通做了久久长长啊。这我想咱做基督徒，咱嘛足期待会通伫主的即个呼召使命的过程中间，善事会通继续做了呢无亚线嘛。包括咱家己的信仰的起造，嘛是即种的善事啊，灵性的即个改化转化。咱会通愈来愈像耶稣基督，即个美好的事，咱要会通坚持做了，无即个软弱，无倒退。我相信今仔日咱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咱拢是咧做行即条人生信仰生命的操练的道路。所以要会通继续来行即条美善的道路。咱常常讲上帝赐福带领即条美善的道路，咱要行了真踏实，然后。除了咱家己本身拄着帮助以外，咱要哪去帮助咱四周围，也要超找因人生道路的这朋友咧。咱家己若照顾袂好势时，咱讲有啥物款的存出来时间，会通去讲来引出讲来信耶稣。这是最大的课，这个咱所爱去面对的课题。所以保罗今仔日伫以弗所书，保罗写真侪批信，即马咱较无咧写批啊啦。我会记得我迄个83年去英国读册，迄阵电脑也无讲真发达，电话嘛足贵的，所以写批，写批。所以我一个礼拜爱写一张批互牧师娘，写批，写我伫学校读册或者代志啦，所以即摆伊 QQ 的，我想讲我是无遐尼出名，无到时会使出版，分享互大家来读看卖，讲迄个民国83年伫英国读册，是煞趣味的代志啊。写批咱即摆可能较无写电脑、手机，咱真短的文字就要传达足多的即个意涵，
即马少年囡仔都用短短的文字，就要甲你传达伊的生命丰富的即个一面吼。所以即个批信即马较无咧写吼，不写。保罗写真侪批信，当然是写互即个当时初代教会的即个信徒吼。经过遐尼侪年，所探讨的信仰议题，伊咧劝勉的信仰议题，拢在今仔日世界基督教会内底，拢共款继续咧面对这个代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问题拢伫保罗的批信内底不断咧出现，劝勉再劝勉。我今仔日有缘会通帮助你甲我，这张批改做是互迦南教会，嘛是会真好用。你讲到啥？就是讲咱所面对的信仰的课题，世俗的风俗、世界的潮流。保罗迄个时阵的世界潮流，有伊迄个时阵的世界潮流。今仔日咱台湾教会有咱即马台湾教会，也是世界教会，21世纪的教会所拄着的世界潮流。包括咱风俗过去传统留落来，咱基督教会台湾的基督教会的信徒，咱伫大多数毋是基督徒做主体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咱是少数人，所以咱去面对的就是这个风俗习惯继续咧影响每一个基督徒。当然有真侪是咱家庭，也是讲社会基本的这个社会制度吼，像家庭制度、家庭传统的这种概念，对世道人的尊重，当然这是真好的。也是讲过年过节，但是有其他的价值观，伊继续影响到你甲我无，嘛是会啊。所以咱对这个生命，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像社会地位的追求，也是讲成功甲什么叫做成功的这个概念，咱嘛常常拢会是继续会受到这种台湾社会影响嘛。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无好的，这拢是在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咱拢一直继续咧受影响。就算讲对马介牧师152年，对淡水停录3月初到停录开始到今仔日。咱教会嘛经历北部的教会152年，咱对台湾社会的这个翻转改变，有缘也是台湾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赢过咱，就是讲迄个影响。所以咱伫这个环境咧中台，虽然教会有做真侪教育，有真侪这个信仰的教导，但是咱是无法度脱离，咱无法度脱离。所以咱听趣味头尾。咧讲，也是讲咱亲人朋友、同事，每一天对咱的影响，迄个在咱所去面对的。保罗咧讲的，也就是咧讲到这，咱爱去面对这个挑战。咱过去是受到这个世俗风俗的这个影响无？是今仔日有缘佫继续，小等礼拜煞，咱出去转去，嘛是共款佫继续。我早起对新竹。坐火车7点半的火车，这个时机是暑假，新竹车头家庭一对，要创啥？要去坐专车去花莲，要去旅游，人要去旅游啦吼。徛伫迄个所在，我咧想讲，我今仔日要去迦南教会，我毋知影迦南教会兄弟姊妹吼，今仔日会偌侪人来参加，不一定桃园嘛有专车要出去旅游啊吼。这就是咱社会风俗，人要伫休困的时间，因休困的时间去选择因感觉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今仔日你甲我选择来迦南教会，这个时间点伫这个所在，做伙要来敬拜我主。世俗风俗、世界潮流，保罗咧讲的写批劝勉的。这也就是点出这个问题，所以咱今仔日嘛是咧面对这个挑战，咱嘛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到底咱本身伫信仰的迄个差别性，有迄种的感觉无？咱有迄种的感觉讲，
其实我是甲因无共的嘛。所以我头头为桃园车头家，我都咧看。真侪即个外籍的劳工，因咧休困，也嘛真侪即个可能伫因的生活拄着困难的即个朋友，因就只好选择伫车头边咧困。在就是发现讲，我意思讲，伫迄个过程中间咧，不断伫我的生命中、心中咧想的就是讲，到底我信即个信仰会通帮上我偌济，会通伫即个台湾社会做偌济影响啊！我做一个牧师啊，要引带兄弟做伙来行天路的我，到底我会通做偌济代志？包括我家己伫咱教会机构咧上班，迄种常常会感觉迄种的无耐性啊。所以，这种的世界潮流的影响，嘛会伫我的生命中不断地甲我挑战啊。但是我有一个差别性，我想我有一个差别性的是，一直不断地甲我提醒我真细致来行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信这个信仰到底对我来讲有什么帮助？所以，伫迄个世俗的方式，保罗第一个点出来，第一个点出来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关系。掌权的人，因有家己本身的这个想法，因去经过组织性，还是讲参与什么款无共款的政党，还是讲伊用武力去取掉迄个政权，还是讲迄个掌权的关系，伊嘛是一个人。所以具体来讲，肉体的需要就是影响到这个所谓要通过社会改革、政党改革，或者是讲人的组织方式来改变。所拄到的这个社会问题，或者是讲，这个国家更加兴旺，人的方式，具体来讲，肉体的情欲。所以每一天咱来去面对的嘛是，又回来对外对内，咱家己本身，咱每一天爱去操练的，也就是这个课题嘛。你要对你家己本身的情欲，不断爱去挑战咱家己本身，迄个无限的这个情欲。迄个需要要安怎会通倒转来，会通找到迄个人的生命的根基啦，毋是迄个无限的需要来救咱家己嘛。所以这是真重要。保罗提醒第二种的，咱所拄到的挑战，对人的需要发展出去的无限的这个需要的可能性，扩张再扩张。就通过真侪方式，要来完成咱家己所要想要完成的。所以通过侪方式，通过种方式。所以伫这个困境，两个大的这个困境中间，听你甲我讲，咱要安怎家己救家己？要用人的制度，迄个无限的需要想出来办法，来解救咱本身无。所以一个无限的需要所想出来的家庭制度。迄个疼就是有限的疼，就是会变质的疼。所以老爸老母讲，我足疼这个细汉的囡仔，我这个囡仔我足疼，但是为什么囡仔一直拢感觉讲爸母无疼伊？翁对太太讲，我足疼伊，那拢感觉拢我无疼伊。有限的人，迄个无限的情绪、迄个情欲所发展出来的疼，是产生足侪社会问题。包括讲我掌权的人，我是要来解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我是对国家好啊。人要怎救家己？人要怎救家己？要怎脱离迄个罪性有限的人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或者是讲咱想出来好。所以这是咱所拄到的，咱每一位拢爱诚实去面对。若无去面对，就在咱拢咧想用咱家己的方式啊，咱拢想讲这是上好的，这应该是对咱家己上好的。所以真侪时阵真趣味，其实咱对咱所选择的信仰，今仔日咱在座拢是应该大部分拢有可能嘛是有拄来教会无要紧，咱拢咧追求一个信仰，所以咱选择耶稣基督，通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救赎，咱拢选择这个信仰，所以咱拢会伫这方面真虔诚，是因为我选的。这信仰对我有帮助，所以我信主，我跟对。但是当咱一个心面对咱家己的生活的时，咱就是袂记你讲迄个交代，就是
咱对主的虔诚、敬虔，转转来时，咱对人的疼心，咱就要开始用咱家己的标准来疼人，咱就要开始用咱家己的标准来实行所有的公义。袂记你讲对上帝敬虔是爱做伙专心来时，就是用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疼，做我的尊敬来做我疼人的尊敬。所以人要怎自救、悔改、当心、转向，互主耶稣真正带你甲我来行你人生的道路。但是这真困难啊！咱对教会事工可能拢真热心啦。咱是要奉献，可能嘛袂讲差伫别人。咱对什么事工的服侍，咱嘛可能第一名。但是当一个心，咱对人无一定啊。所以咱两种处于的信用的操练啊，这个咱自救无法度救的所在，足大的一个关键啊。人要哪救家己？你了做讲我信主啊，所以我得救啊。但是主要所谓的交代，咱拢袂记哩，阁有疼人，所以咱当心全无法度照上帝的疼去疼咱厝边嘛。有人要甲我讲，我无算，迄无可能啦。对，就是因为咱人是有限的，才会无可能啦。但是无限的上帝，为什么要做迄种戆代志？要互你看见迄个有限的人无法度做的，就是要用无限上帝的救恩来改变你甲我的限制嘛。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的怜悯甲伊的大疼痛，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甲我的中间，真做人的样相。就是你甲我同款，伊嘛甲你甲我同款，所以伊经历的所有的挑战，咱嘛拢同款的经历啊。所以耶稣嘛会去拄着讲要疼人的这个代志的时，当然伫迄个过程中间，伊要互咱看见讲，咱拢会去拄着，无有啥物款的讲信耶稣了拢袂去拄着，伊原是同款拄着。所以上帝怜悯甲伊的大疼痛，通过主耶稣，互你甲我会通啦，来学习。来行这条人生生命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起造。无讲真好势的这个生活方式啦吼。咱有当讲无代无志去找麻烦。我早起来要找迄个无迄个什么软棒子迄种的座位吼，找无啦。啊，咱教会拢替咱想甲足好，因为我腰吼。我有开过刀吼，所以即马拄好伫迄个无拄好的所在，就是真侪软的足疼。哦，对，无代无志去找麻烦，叫你较细致的拢袂晓，是啊，吼。咱常常伊讲啊，无代无志信耶稣要创啊，啥人叫你来信耶稣？你去拜拜就好啊，拜迄个神明，拜神在你介意就好啊，伊也袂甲你讲啥物有诶无诶，互你歹做代志。是上帝怜悯甲大疼痛，临到你甲我，激励你甲我，感动你甲我，互你的生命得到一个重新再出发。就咱爱是完整的一个信仰，毋是互你家己本身去用这来做一个家己的一个方便。讲我有一个信仰是真高尚的信仰，叫做基督教。所以呢，袂歹。阮当初去参加教会，这个特别是个别性，10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会甲我讲：牧师，哦，你们基督教的，恁基督教的这个什么个别性足好诶，足简单，啊个亮有意义。哦，我去参加啥人，大家拢感觉真袂歹啦吼。我讲无来信耶稣啊，啊无我甲你有约，我替你甲你办，我替你办。哦，我意思是讲。咱信耶稣毋是想讲换一个高尚的信仰啦，是无毋对，是真高尚。但是这个高尚毋是一个真单义的讲，我选的啊，是一个有付出的，是一个有改变的，是一个有无讲真好势，互你感觉讲真介意，但是你却愿意去慢慢磨的。这就是一个互人起造，互耶稣基督的听，甲你起造的一个信仰热情啦，信仰热情。所以。保罗咧讲着讲，咱会通甲耶稣基督是同过活，
迄个意涵也伫这所在嘛。你无经历过迄种苦楚的过程，你才会通知影，会通有迄种的重新再出发迄种的喜乐。所以保罗咧讲到这真要紧，互咱一摆一摆会通一路来去重新整理。迄个批信的款面，甲教导，也就是你甲我咱今仔日做伙来想的，做伙来反省的，这个信用历程。重要伫遮，信主前甲信主后。所以我常常讲，有真侪人感觉讲，互人感觉讲，哦，伊拢足热心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教会事工，但是伊对厝的代志完全无咧要紧。即款的代志就足麻烦的吼，这是一种啦吼，毋是。所以你甲我咱来真细致，迄个差别性。所以我常常会提醒下即讲，咱活伫即个台湾社会，世俗风俗的即个主流咧影响到你甲我，你的差别性伫对，你的心智常常爱提醒，爱真细致。迄个细致毋是讲真紧张，是警醒，爱注意着讲。迄个小可一个闪闪，无拄好，你就会去互人影响去。因为讲起来拢差不多，无什么款的差别。这嘛袂歹，这也是真好。大概安尼就好啦。所以，到底是咱教会要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影响咱？所以，咱常常爱去面对迄个差别性。信主前甲信主后，你影这到今仔日，你会发现讲，你家己有啥物款的无共无？毋是甲教会服侍尔，还是想讲我甲人的关系，我甲人的关系有啥物款差别无？你有影这，你有啥物款的差别无？好，当然我袂使甲摕笑来念啦，牧师无迄个资格，因为我家己爱念我家己就好。会记你讲圣经的话，信仰的准证，上帝准证，拢是咧承让咱家己的，毋是咧摕来让别人的。所以。信主前甲信主后的差别，当咱静静来检讨的时，我毋知影咱有发现讲有啥物款的无共，有啥物款的无共。教会可能真好，大家都注意到嘛，因为一礼拜来一届，还是2届、3届。但是你伫厝的，你伫同事中间，一礼拜至少5天，8点钟甲你的同事，你伫厝的可能24点钟，一个规年通天拢甲你的亲人斗阵。你甲你的先生，甲你的太太，常常做基督徒的信主了，迄个差别对信徒、对教会牧师、对事工有真大的改变，但是对至亲的人一点仔拢无改变，因为哪足熟啊，我甲你足熟啊，所以呢，我有啥物需要改变？我改变是要做互人看呀，互人学了我是好的基督徒啊，无你会去甲吐槽。所以真侪时阵，咱爱真细致，其实伫迄个所在，伫迄个至亲的所在，爱更较用心啦，更较用心。所以我常常甲我的例就是讲，我甲牧师娘35年的操练，我逐工咧操练。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讲，袂使因为我甲伊结婚35年，所以教会事工还是讲学校拄着啥物，我倒来甲伊当作是粪扫桶，甲伊，还是讲伊咧讲的啥物代志，我就会使真凊彩甲伊回应，无用心甲伊听。无用心甲伊斗处理，这是我家己爱伫厝的内底，大家拢无机会看到我甲牧师的生活的时，我爱更较用心，我较用心，所以有差别无？这就是咱伫迄个生命的历程中间足大的一个课题。什么叫做旧的代志要过去，新的代志拢要来啊？这句话咱讲了足顺口的，特别若讲。牧师祈祷的时，还是会友长老、执事咧祈祷的时，新的这个旧的代志，以前的代志，旧的拢要诚做伫耶稣基督内要诚做新的事。迄种华语读起来更加感动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讲起来就好讲的什么旧的代志过去啊？什么新的代志来？即嘛就讲无啦，牧师这个传道书内底讲日头下面拢无什么款新鲜事啦，拢共款啦。有人就是有代志，所以教会发生这代志，就是因为人嘛。所以呢，牧师毋免想计较，嘛免想去在意。我讲安尼信耶稣要创啊，拢永远伫旧的就好啊。就还改讲旧事不过，
新的不会来，就是不过，还是讲继续伫旧的代志。你若用这种的理由要甲我讲牧师，教会嘛是人所造成的，所以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你讲这有什么特别？这叫做人生道理嘛。咱要爱，毋是伫迄个逆行的人生道理中间的过生活啦。咱是要伫逆行的人生有限的眼光甲想法的人生内底，对，你会通看出事实，要安怎改变啦？你要安怎改变？毋是要有旧的代志过去，要有新的来嘛？靠啥？你甲我讲无啦，无事无效啦，咱就拢人嘛。是啊，你用人的标准，当嘛是咧讲，就是用人的代志啊。无望信用有啥物帮？有啥物帮助？所以我常常甲听这大家讲，咱既然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会通站立起来、更新再出发的生命运啦，咱就爱有往迄个方向来号召啊，更新再出发，无简单啦，要搬过这个艰难的自我的墙，迄个自尊骄傲的墙，咱拢无要承认咱家己自尊骄傲，咱要咱搬过，这就是一个操练甲。愿意互主来甲你起做无？愿意互主甲你起做无？所以咱当然，圣经今仔日保罗讲的，就是你做好的事，毋是靠你的行为，但是毋是讲做好这行为无需要做好啦，是讲咱毋是咧用这来救家己嘛，是靠你信耶稣迄个信，甲迄个交托，甲迄个顺服，然后毋是继续用你家己的信。的想法是爱全然的降服，然后当心来对咧日常生活的人，你就是会通继续用耶稣基督的款式来款待人嘛，无简单做啦。你要饶赦人70个7届，2届1届你就挡袂了。迄种人，若是迄种人无值得咱去甲怜悯，无需要咱去甲宽容。迄种人吼，爱对社会就甲除掉上好。这就是人有限的人嘛，有限的人去想的，无毋对，这是人的方式。人的方式会通做暂时久会解决问题，但是咱倒转来想的是讲，头拄讲的同款啊，有人的所在有问题是讲，就是咱给除掉，就是无问题啊，敢有影？所以咱都爱个想讲，要写70个7届，迄个意涵伫什么？所以咱都爱开始差别性格爱造出来嘛。差别性爱造出来，所以伫教会内底讨论代志。咱过去传统的这个长老教会制度叫做爱有这合议制啦吼，有无共款意见是搁小暂缓，搁大家再搁休困者再搁来讨论。迄个目的是啥？就是讲，望讲大家会通渐渐去敲找出是真正是下伫上帝之意啊，真困难对吧？了时间。但是这个目的，迄个基础甲这个信用的。精神也都是在伫遮，所以咱做好咱做好搁咱最后的问题就是要做什么好？要做什么好？就这样。所以以有所书咧讲的，其实上重要就是起造教会，什么款的教会？毋是属于我家己爱的教会，是一个合意用上帝的这个听，通过耶稣基督救赎所起造起来。这个教会当然就是无什么款的种族的分别，嘛无什么款的这个男女的分别，也是讲你社会地位分别，也是讲你年岁的分别，拢做伙伫主耶稣基督的听所属会的，咱做伙来起造一个会通继续影响人来认捌主耶稣，转去到北上帝的家。做伙来享受这永远活命的一个教会，所以咱做伙互人起造，互上起造，毋是互你，咱教会开足侪训练课啦，都爱请什么人来教。上重要是咱家己本身信仰的训练是要主耶稣，你甲我，咱诚实来面对主耶稣，因为咱选择的。是伫主面前个别，我愿意成做耶稣基督的这个学生嘛。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嘛，我个人的救主嘛。当然，这个个人救主要转化了，
所有这个拢是个人救主的耶稣基督学生，就要真做啥？亲像这个耶稣甲彼得讲，你是石盘嘛，每一个人拢是石盘。你教会起做起来，就是会通有基础啊。所以咱做伙伫这个所在坐伫遮，虽然咱可能200几个会友、300个会友，咱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信仰的这个内涵，拢无一定共啦。嘛，我相信嘛，拢无共。包括我家己本身，但是咱对主耶稣的信仰，迄个信拢是共嘛。所以咱会通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信仰历程的，你甲我会通做伙伫遮，袂去相冲突啦吼。所以咱做伙伫即个，互上来起做，互主耶稣嘛，伊甲咱操练吼，操练，咱做伙来起做，做伙来做一款美善上帝所交托的一个善工。望主的话帮助你甲我，咱教会经历到今仔日有真侪真趣味的操练的课程，所以过去的历史就是互咱看见迄个。每一个阶段，咱信仰的操练的一个历程，所以咱真诚实爱去面对了，咱真正爱咱家己本身，咱面对这个历史的这个信仰的历程，你甲我，咱要怎继续来跑走你甲我的道路？我想这是上重要，无有啥物人会通帮助你，只有你家己本身的选择。当然，像这鼓励是足条，但是你家己本身，我家己本身的选择。迄是上重要，愿意互主来去做无？毋知咱在座兄弟，通过保罗的劝勉有帮助你甲我，咱愿意互主来去做无？去做了，毋是我的好，是耶稣基督伫我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好，做伙来去做迄个上帝所欢喜，无有款的差别性的一个教会，做伙来跑走这条永远活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生命中咧超找阮头前人生道路的时，你通过主耶稣来到阮中间，引带阮行这条永远活的道路，互阮通伫生命中操练不断操练，互阮会通愿意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这条路无简单，因为要改变。爱转化，愿意通过圣神的开力，将阮开力，互阮有一个受教的心，毋是干那自行看耶稣，也会通互阮自行看阮四周围需要的人。互阮一间教会、迦南教会会通继续来跑走上帝你所交托头前人生生命的道路，去做一个美善救赎、诚做救赎记号的一个教会。互阮愿意受造就。做伙同心来做美善救赎的工，上帝无限的救赎，通过阮有限迦南教会正兄弟，要来完成这美善的工作，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参与这个圣工，掌阮开力，引带阮头前路站，靠主圣尊名，阿门。这时，咱要过来吟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254首，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因中主甲就是伊，圣主所选是在无主，人间生活归地，阳光星星拢无回去，天所起无变到去，愿每今日升天基督，救罪艰难愿何路，救主是上请人温柔，欢喜永远愿求托，你耶稣护路我在做，求你保守永无错，是先救主人民会中，求你
上，稳定沙山万民当向，不转输予无限量，土地官地你之手中，眼光回回眼无中，无论一声声悲伤遍，含下心惊来共生，心和心心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为稳定慈悲，眼光关心，赐我家己我听。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主必听阮的阿爸提拔，阮是土造的器具。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又搁赏赐圣神，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袂屈服，拄着困境的时阵袂绝望，受着鞭拍，阮袂抵到死。感谢俄罗主，阮知阮伫活，毋是靠阮的喙，毋是靠阮的行为，是靠你的信心。阮要将你的话当作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作阮生命的美牛。阮要伫主的内面，像生命的活水，啉了永远袂喙焦。感谢上帝，透过陈牧师每日的读经、祈祷，帮助兄弟生命甲主有搁较深的结连。愿阮的感恩化作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当兄弟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要用伫主的圣工，望主欢喜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下面请曾汉长老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报告台先，咱先来介绍现在去台湾中间的人客吼，李瑞阳弟兄。在伫倒位吼？伫楼顶吼，伊是美月姐的哥哥吼，来欢迎伊。我下面来报告。本主是文艺事工的奉献主任，咱
感谢王荣昌牧师来咱中间来讲道圣安甲报告，请孩子继续为着广播社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咱多谢王牧师现在去的勉励。好，9月7日咱要举行本年度第5摆的圣礼典，若要领洗礼，请伫8月18以前来干事来报名。后主日下晡1点要召开中执会，请各单位伫7月24以前来提出报告。那袂当出席的，请向陈牧师来请假。本主日中昼12点半有召开传道部的部会。咱要伫10月13号，10月13要到伫真理大学要举办教会设教59周年的户外的礼拜吼。迄天要到伫真理大学有主持的礼拜，请咱内小组长来报名吼。伫9月7日以前来报名。好，下礼拜有健康关怀的咨询活动，请咱注意吼，下礼拜的早起。咱的圣经共读吼，圣经的共读，历代志的上下卷，伫7月15已经开始吼，即嘛是暗时8点开始吼，请咱注意看周报中间的迄个网址甲 QR code。广播社有推出一个手抄的诗篇吼，若要参加的，会当伫7月22号明仔载以前来报名，来将钱交予张玉主任吼。这礼拜三有社区的讲座吼，主题是穿越梦境与自己对话吼。讲书嘛是王牧师吼，是王荣义牧师吼，王牧师的哥哥吼，第二组的周明韵姐妹伫7月14望主运调，要伫7月24吼拜三早起来举行日念甲个别礼拜，下晡要伫台北圣城来安放吼，咱愿主的安慰甲维族同在。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有所入二章8节，咱三个来读。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有所书2章8节，搁一摆吼。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有所书2章8节。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今时煞要请王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永更偏照你，应主必款待你。
但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主耶稣要甲恁三个伫地，无论恁拄到什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保守你。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保惠所感动，甲正兄弟姊妹三个伫地，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列岛。今日的聚会到这，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